总统蔡英文伫做完着高端疫苗了后，今仔日是第一届公开来露面。伊到新竹县参加着义民爷祭拜的典礼，行政院长苏贞昌、桃园市长郑文灿嘛有到场。三个人做伙出现，特别引发着外界的注目。因为进前，这个联合报有来报道，讲上紧9月初1，苏贞昌就会卸任，换郑文灿来做行政院长。这回苏院长甲郑市长两个人，除了伫总统到场进前，先合体来出现之外，这苏贞昌阁轻轻啊来搭着郑文灿的金甲头。学了讲，伊是一个真好的人才。苏院长嘛讲，伊真清楚，有袂少的人因为党派的立场是针对伊，甲针对行政院来抹黑攻击。苏院长讲，甲抹黑伊是无要紧，但是对防疫、对拼经济做甲真好的公务人员来讲，请大家互因一个肯定，安尼才公道。